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今日排审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，20个提案版本草案内面呢有5个牵涉到少白生囝，引起议论。这法条还未开始审查，调也立委了轮流发言，下晡才开始审查。不过到暗头的时阵呢，调委刘建国宣布，包含法案名称和第1条法条拢保留，连工再来讨论，宣布散会。 人工生殖法已经几廿年无修订，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临时变更议程，采备排审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。今次开放代理孕妇加做上大争议点。法条还未开始逐条审查，调也立委都轮流上台陈述发言。民进党立委林淑芬认为，但因有关无社会共识，爱脱钩处理。国民党立委陈정辉表示，担心女性也是女同志，若子宫无健康，也会妨碍伫人工生殖技术。 台湾这件化现象恐起来更加严重。代理孕母也是一个人，她不是一个生产工具，把女人的子宫当成生产工具，然后可以在这里买卖。这个社会敢真正拢安尼？当你是在女同志，或是你在单身女生的这个范畴内，未来想应用人工生殖技术来生育，其实你也必须要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子宫。民众党立委陈昭书是伫议场内举牌表达立场，伊表示有一寡想要洗刷子宫病变的女性，确实有代因的需求。总统也强调，副总统萧美琴也落摆表达支持，以及其部分民进党立委要以意识形态阻止法案通过。所讲的脱钩，就是以脱代骗。我们整个版本的核心，第一个就是保护代孕妈妈。难道你真的认为有人你认为对台湾的女性自主权没有信心吗？重点在扩大这个单身女性或者是这个现判的这个女同婚，那么本身呢有这个子宫的情形之下那么怀孕的这个生育权。因为20个提案版本草案中有5个涉及代孕生殖，包括台湾民众党党团提案、国民党党团提案、立委王兆敏等18人提案，立委陈建辉等20人提案，加谢宜芳等17人提案。下昼才开始进入实质审查、大条讨论，也不过到尾仔5点半左右，调委刘建国宣布，包括法案名称加第1条法条拢保留，得记在即，宣布散会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